国际特赦组织的台湾分会今仔日伫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2批信马拉松的活动，邀请民众一人写一张批，寄予世界各地政治犯、良心犯，希望会当予当地政权压力。今年4月，才予中国放转来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，嘛用家己的经历做例，讲写批真是有效。 现场只讲写17批，2022国际特赦的写批马拉松，伫松山文创园区起稿。这届社员的全球救援对象有13个，拢是因为参加示威活动，争取权利去互人掠去。今年4月，才予中国释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，嘛伫现场讲家己的经验。我们寄信给政治犯，让这个当地的监狱的干部、国安人员可以看到，他们会知道这个政治犯很多人关心，我们不能虐待他，所以写信是有效的。 李明哲表示，挂界写批对政治犯确实有保护作用，呼吁大家斗阵来写批。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表示，写批马拉松活动已经有30多档，到目前为止救过100多人。这届写员的对象，有人因为发文纪念历史事件就互人掠去，嘛凸显全球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趋势愈来愈严重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安法的议题啊，然后或者是这个因为这个跨性别的议题，那也有人是可能是因为气候的问题等等，所以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走上街头，但是都遭受到这个蛮严重的一个打压。国际特赦台湾分会强调，透过文理的力量，一人一张批支持社员国安的活动。所来卖伫台中、台东、台南巡回举办，上尾伫12月第4，有马拉松的活动，让大家用行动争取人权自由。记者陈文正派文台北采访报道。